張浩源先生係言語治療師，亦係香港特別行政區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、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倡議組榮譽顧問、香港理工大學精神健康研究中心成員，亦於2018年共同創辦以精神健康及 SEN 服務為核心嘅社會企業 H Development Centre。家長當初期望孩子的初心。我諗小朋友去到求學時期，大家都好忙，家長又忙，學生又忙。喺個忙碌入邊呢，我諗好容易大家就迷失咗個初心。可能請大家回想下，即係小朋友啱啱出世嘅時候，其實我哋有咩盼望嘅呢？我諗好多家長即係都同我一樣，可能就係想小朋友健康快樂咁成長。咁究竟健康同快樂係啲咩啊？究竟小朋友自己主觀覺得乜嘢係開心，或者乜嘢係中意，緊唔緊要嘅呢？有時可能我哋喺生活入邊，或者喺小朋友讀書或者做唔同選擇入邊，我哋有啲嘢好想佢揀。退一步諗，究竟我哋覺得嗰樣嘢係為佢好啊，定係有啲嘢其實我哋自己好想佢去實現，或者幫自己去實現嘅呢？咁我諗呢樣嘢都值得大家去再諗一諗。隨住小朋友越嚟越大個，佢哋開始好有自己一套。而嗰個自己一套呢，好多時我諗家長第一時間就會諗啦，會唔會有機會係覺得佢好反叛啊、好曳啊，開始唔聽自己講啊？咁但係其實呢個都係我哋一路盼望佢嘅成長，見住佢一步一步獨立，可以變成一個獨立自主，可以追求自己快樂生活嘅一個成年人。咁我諗家長不妨都可以花啲時間去了解下自己小朋友，其實佢哋想追求嘅係啲乜嘢，大家一齊去傾未來嘅方向究竟係點樣。我諗喺呢個追尋或者互相了解嘅過程入邊，其實都會為父母同埋家長帶嚟好多快樂。我諗家長一個生活嘅小習慣，其實都好可以促進親子關係同埋小朋友嘅精神健康。每日花15分鐘同小朋友傾下偈，了解下你今日過成點啊？有啲乜嘢開心啊？有啲乜嘢煩惱啊？最近對啲事有咩諗法啊？有時未必好需要俾到一啲意見或者一啲方向俾小朋友。聆聽啊，小朋友係好需要家長去聆聽，去了解佢哋嘅內心世界。每日15分鐘，其實已經好幫。